哎，我觉得舒米恩你的音乐就原住民真的是很厉害，就是随便拿个吉他一唱，就天好像就跟你回应。我觉得有一种好有生命力的感觉，就觉得你不是只是在唱歌，其实你是在跟天地一起在共同庆贺一件事情的感受。没那么厉害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台东人。台东哦，台东。你那那台东，听你唱就。我台语没运动，会晓讲一点点。OK， 所以其实原住民。大家有印象，说原住民每一个人都很会唱歌吗？不会唱歌，我们都基本上都锁在部落里面。就是说那些不会唱歌的原住民，在你们部落会被歧视吗？不会，他们都锁在部落里。比如说我们都认为黑人应该都会灌篮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跑很快，就是万一他不会跑很快的话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天性啊，天性，对。所以在部落里面没事就在唱歌，就很多机会，结婚啊、上教会啊、祭典啊，都会唱。所以其实原住民的生活里是充满欢乐跟音乐的，对不对？我身边有很多很好的原住民朋友，我觉得他们的天性超级乐观，就是发生任何事情，他们都会先往好的方向想，就觉得说没关系，很开心，然后呢，大家一起来庆祝，所以呢，对你们来说，天天都可以找到事情来做一个 partner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 ，OK 的，好开心啊！反正天塌下来还有别人挡着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呢，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。天塌下来也没有考虑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有考虑到你会得金曲奖吗？我没有考虑。他们其实他们做音乐不是为了真的，不是，就不小心得了，但其实你反正每天都是开心唱歌就对了。得不得奖无所谓，但希望有奖金啊。要这实在一点，实在，对吧？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么实在的舒米恩啊，去年呢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呢，去年呢我们的这一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，其实你有入围。对。那你没来比赛，为什么？你当天没来比赛，为什么？因为出国表演。为了代表台湾出国去表演。掌声鼓励。所以，我个人的解读是，出国那一花比奖金更高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是？不是好不好？我是出国之后才知道这边的奖金比较高。就突然出国到一半就说机长可不可以回头？不过说实在，做音乐真的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这些，因为他们真的开心。那如果有，比如说先给奖励，那是紧张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奖励很重要。其实我觉得音乐不是为了钱，但是呢，有了支援，有了 support， 可以做出更多的好音乐，让我们台湾的文创软实力可以更加的蓬勃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我觉得这个灌溉很重要啊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我们的金曲，这个你是新歌的金曲得主，你是得了什么奖？原住民专辑。